底吼，伊听这个道歌，因为咱唱团咧唱的时阵，迄个味道十足。因为咱三人吼，咱的回音不同，毋过对唱歌来讲，这是啥天然的回音啦。那今日呢，因为互我共款时间控制了无好，所以相当的过辛，要甲咱超过几分钟。那咱不足的所在啦吼，盼望上天下垂，盼望咱前年、副前年跟过天传师原谅互我，啊，搁过前年原谅互我。那今日互我讲了无好的所在，嘛盼望过前年多多甲我指正。好，那不占用咱后边课程的时间，所以我今日甲咱报告到这，感谢各位前辈。